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基督教神召會梁醒德小學一年一度嘅報佳音活動。我係今日嘅活動司儀陳順希，我係今日嘅活動司儀李嘉希。今年我哋特別以影片嘅方式去呈現，等大家可以重溫同埋分享聖誕節嘅喜樂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，一齊投入呢一份嘅溫暖啦。首先，第一隊為我哋表演嘅就係敬拜隊，佢哋會演唱一串祝福。一串祝福就集合咗好多聖誕嘅旋律，象徵咗將祝福連串埋一齊，傳遞咗愛同埋盼望。咁就立刻就請敬拜隊出場啦。多謝敬拜隊嘅表演，好溫暖啊！聽到滿滿嘅祝福。接住落嚟為大家表演嘅就係守靈隊，佢哋會演奏兩首歌。有一首歌就係德國嘅聖誕歌，邀請咗小朋友就去咗
馬槽，見證咗基督誕生。聽完呢個介紹之後，我好期待啊！有請守靈隊啦！多謝守靈隊嘅表演，清脆嘅鈴聲真係好治愈啊！下一隊就係銀樂步操隊，佢哋會演奏 Jingle Bell。Jingle Bell 原本係描寫雪橇樂趣嘅歌曲，後嚟成為咗聖誕代表作。呢首歌年年聖誕節基本上都一定會唱嘅，而家好快就聽一次，事不宜遲，咁就有請銀樂步操隊。1, 2, 3, 4.多謝銀樂步操隊嘅表演，好有動感啊，令大家都可以一齊搖鈴。睇下個表演之前，聽講我哋有個小小嘅活動環節嘅，將時間交俾另一邊廂嘅司儀。
大家好，我係互動司儀6A 班嘅陳銘泰，多謝頭先兩位好拍檔介紹嘅聖誕活動表演。咁呢，而家我想考下大家，以下邊一首聖誕歌曲係曾經令戰爭暫時停火嘅？第一個係 Joy to the World， 第二個係 Silent Night， 第三個係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。咁呢，其實答案呢係 B Silent Night。呢個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，佢哋一齊唱聖誕歌。其實呢，就係呢有一位士兵喺戰壕對面唱緊聖誕歌曲，咁之後呢，另外一邊嘅士兵呢就一齊唱，佢哋最後甚至仲喺度交換禮物、踢埋足球添。咁原來呢，音樂真係有力量㗎喎，佢可以帶嚟和平。咁我就發現咗音樂係唔單止有旋律同埋歌詞，仲有一種橋梁。咁佢仲可以跨越語言嘅文化，將人生連埋一齊。咁呢個就好似聖誕佳音咁，你提醒我哋呢要彼此關懷，分享喜樂同埋希望。接住落嚟就有另外一隊嘅同學表演，我哋繼續交返俾司儀先。多謝銘泰。咁音樂就會帶俾我哋力量啦。我哋可以繼續請同學嚟分享一下聖誕節嘅祝福。下一首係邊隊出場啊？咁下一隊呢，就係呢個嘅合唱團，佢哋會為我哋帶嚟3首經典嘅聖誕歌，有請合唱團。
3首歌都好有聖誕氣氛啊！下一隊就係小提琴高班，佢哋會演奏弦樂版嘅 Jingle Bell，有請小提琴班。弦樂版嘅 Jingle Bell 真係好優雅啊！係啊，接住落嚟嘅係小提琴低班，佢哋會演奏 Lighty Roll， 有請小提琴低班。最後一隊係敲擊樂隊，佢哋會演奏 Joy to the World， 有請敲擊樂隊。敲擊樂隊嘅節奏感十足，好有力量啊！今日我哋報佳音影片到此圓滿結束，多謝各位同學咁用心去演出，希望大家透過影片將佳音傳出去，祝大家聖誕快樂，新年蒙福，下次我哋再見啦！